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呢一個關於修行同埋顯化同埋療愈自己同埋靜心嘅頻道。今日我哋繼續嚟分享賽斯資料。先分享啲先，我頭好大啊！今日我哋繼續嚟分享賽斯資料呢一個療愈自己啦，同埋顯化啦，同埋靈性覺醒嘅一個基礎嘅，同埋一個殿堂級嘅資料信息啊，係一個通靈嘅資料啊，就係一個叫做賽斯嘅高靈呢，去通靈落嚟教我哋點樣喺呢個三維世界嗰度有效咁樣去生活啦、運作啦、享受我哋每一日嘅生命啦，同埋呢透過去調整我哋自己內在嘅信念，用一個 playful 嘅狀態，一個玩樂開心嘅狀態，去慢慢顯化出我哋想要嘅一個外在嘅實相嘅。咁本書嘅內容係有啲複雜。係啦，文字上翻譯咗過嚟呢係有啲難明嘅，所以呢我就會，但係我又覺得佢好實用嘅喎，咁所以呢我就會想拍片呢一段一段咁樣用白話嘅方式翻譯翻出嚟啦，喺我自己嘅角度呢去再同大家去好由淺入深咁樣去講多一次。咁我都幾肯定會對大家嘅生活啦，或者處理一啲自己內在嘅問題啦、探索自己啦，同埋療愈自己呢一個方面呢，係會有幫助嘅喎。咁呢，事不宜遲啦，我哋呢上一集呢，唔知第14集啦，好似上一集係就講到去自序嘅第9:49嘅第4段。係啦，咁上次咧，我哋就係講到咧，其實咧，每一個人咧，當你開始要去我哋話去修行你自己啦，或者咧去探索你自己內在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驚咗自己入邊嗰個黑暗面嘅，就係你一啲以前嘅創傷冇撫平到啦，咁你開始靜落嚟嘅時候，其實佢就會浮出嚟嘅，咁佢就會牽連咁樣帶動住一啲好邪惡嘅念頭啊，同埋一啲內在嘅你唔識點樣面對嘅內在嘅驅動力或者驅策力，即係譬如話原來我入邊有一個想毀滅呢個世界嘅衝動嘅，我入邊原來我想殺咗我阿爸阿媽嘅，即係諸如此類啦。咁其實咧，上一集咧，我哋就講到賽斯咧話，其實你只要你個頭腦係夠強嘅話咧，佢或者我用佢嘅呢一個嘅用詞咧，叫做意識心啦。咁我就翻譯咗佢叫做頭腦啊，即係話其實你個頭腦企得夠穩定同埋夠強壯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喺你嘅當下而家呢一刻，咁你就係用緊你個腦去睇住你開始自我探索過程嘅時候咧，入邊發生緊嘅內在湧現出嚟嘅一切，你係可以去睇住佢嘅。咁然後你個腦咧，其實係有呢個全權嘅決定權，去允許佢升上嚟嘅時候咧，你係決定呢一個衝動咧，我係要剔或者我唔要剔，係啦。然後呢一個衝動去升上嚟，如果係好黑暗或者好有毀滅性，對人或者對自己都好有毀滅性嘅時候呢，我去點樣去用頭腦慢慢去拆解佢，去睇清楚佢，去分析佢點解佢會有一個咁樣嘅衝動儲咗喺我入邊，然後透過去處理佢背後形成嘅原因啦，可能係牽涉到你以前嘅一啲嘅創傷性嘅經歷啦。咁我哋呢就可以除咗去否定呢一啲衝動，令到佢唔會變成行動之餘呢，我哋又可以去化開去拆解佢嘅。咁呢個即係我覺得係起碼你去顯化你自己外在生活之前，你要做嘅一個步驟咯。因為其實呢，我覺得好多人呢，佢外在生活係唔缺嘅，即係譬如佢唔缺有家庭，佢唔缺有伴侶，佢唔缺錢嘅，佢好多嘢都唔缺，佢唔缺健康嘅。但係其實當外在一切好成功嘅時候，你內在你係靜唔到落嚟嘅，或者你一靜落嚟，你內在嘅念頭充滿住一啲黑暗負面嘅能量，佢湧上嚟嘅時候，其實你唔識得處理，但係你外在係好成功，咁其實係咪一個唔係好平衡嘅狀態啊？
因為當你用頭腦去 achieve 想去獲得外在世界嘅成功嘅時候，你付出努力，你付出你嘅注意力嘅時候呢，但係你冇處理到你內在嘅時候呢，就會係變成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因為你嘅顯化其實你可以用頭腦去顯化噶嘛，即係透過你嘅努力去顯化，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樣做噶嘛。咁就會變成一個唔平衡嘅狀態，因為你會靜唔到落嚟咯，你會過度咁樣去運用你個腦咯，同埋你會同你自己嘅感受脫咗鈎啊！即係你嘅生活你擁有好多，但係你感受你擁有嘅能力嗰個感受你自己嗰個豐盛嘅程度咧，係會好弱，變成係你窮，可能你窮得只剩下金錢咯。咁當然我哋唔係要即係倡導話我內在好豐富啦，我外在乜都唔使理啦，都唔係嘅。咁但係我哋兩邊都係要兼顧。咁而家我哋分享呢個資料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基礎嚟嘅，即係俾你有一個兩邊嘅平衡咯。佢會強調其實你外在咧，其實你都係要創造嘅，但係唔係用你個腦去創造，而係先透過調整你自己內在，慢慢咧，你就會共振到用一個比較舒服同埋自然而然嘅方式咧，你就會去共振創造到一個你外在世界想要嘅實相同埋生活㗎啦。咁嗰啲嘢就係真係變成係你唔係夾硬去爭取佢翻嚟咯，唔係用個腦咯，而係用你本身你處理咗自己內在之後嘅嗰個狀態，嗰個舒適感，其實你就會吸引到一啲同你同頻共振嘅人事物去靠近你㗎啦。咁呢個先係我哋要嘅咯，因為咁樣先至係一個身心平衡嘅生活狀態嚟嘅。咁 introduction 咧就講到去呢度啦，事不宜遲咧，我哋繼續下一段啦。咁下一段咧，呢個通靈嘅資料咧已經去到10點正啦，即係由9:49咧去到10點正啦。自序嘅10點正嘅時候咧，咁阿珍咧就開始講啦。我錄咗，即係我哋而家錄咗10幾集咧，阿珍先至話頭先咧賽斯咧通靈落嚟啊，我覺得咧嚟緊就係第一章嘅內容啦。真係有排講啊。唔緊要嘅。咁咧10點正開始咧，賽斯而家咧就講啦。由而家開始嗰啲咧淨係提倡咧，你要積極咁樣去思考嗰啲嘅書咧，雖然有時候係有益嘅，但係咧佢哋咧通常都忽略咗負面感受啦，你內在一啲具有攻擊性啦，或者咧係受到壓抑嘅感覺所具有嘅習慣性啊。咁呢一啲感受咧，通常咧都只係被掃咗落去地氈底嗰度喎。咁咧呢度講到咧，如果你要去療癒你自己入邊好多黑暗嘅驅動力或者念頭嘅時候咧，你係咪淨係好積極咁樣諗啲好嘅嘢、正面嘅嘢，就代表你療癒到咧？咁賽斯咧就係話咧，佢哋呢一種咁樣嘅思考嘅取向咧，其實咧有時候係有益嘅。因為你諗嗰下，你咪忽然之間好似正面咗咁樣咯。咁但係你有冇處理到你入邊真正需要被聽見嗰個黑暗嘅聲音，需要被安撫同埋療癒嗰個傷口咧？其實係冇嘅。咁你只係咧喺你自己內在咧係會製造咗一個分裂出嚟，因為你一方面就會變成揸到係手攰啊！你一方面咧就會變成你諗嘅嘢好積極咯，好正面咯，但係你其實你入邊就係好負面，咁就會有一個分裂嘅狀態出現。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咁嘅時候咧，其實你係更加難去感受到你入邊嘅負面感受嘅喎，因為你為自己創造咗一個正面嘅舒適區啊嘛。我停喺我光明面我停喺我嘅光明面就 OK 啦，我唔使去處理嗰啲黑暗嘅部分啦，咁樣。咁呢個會有咩產生咧？你就會其實你黑暗嘅部分咧，佢都係同你正面嘅部分一樣咧，係想要去表達佢自己嘅。咁嗰個振頻，當佢被你嘅頭腦去忽略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會透過吸引一啲唔好嘅事件去引發你呢一個內在嘅感受啦，
同埋忽然之間點解有啲人會莫名其妙咁樣有啲大病啊，或者好奇怪、好棘手嘅奇難雜症嘅病呢？就係因為你忽略咗你入邊嘅負面嘅感受。咁感受呢，就會透過身體嘅症狀去表達佢自己啦。咁呢個除咗係負面嘅感受之外呢，仲有一啲嘅攻擊性啦，你嘅入邊嘅憤怒啦 ，OK， 你想去攻擊邊個啦？你就會吸引一啲類似嘅對象去你嘅身邊咯。然後，譬如你唔中意你阿媽嘅，好想攻擊你阿媽嘅，咁你就會可能喺工作嘅場合上面，你嘅同事啦，或者你嘅上司啦，或者一啲權威性嘅人物呢，咁就會好似你阿媽啦。然後呢，你其實處理工作嘅時候，你要同佢相處啦，譬如話你嘅上司啦，其實你係唔會意識到佢似你阿媽㗎，即係某一啲層面嘅，即係唔會係個樣完全似㗎嘛，係可能佢嘅某一個講嘢嘅語調啦，或者佢某一啲動作表情啦，或者佢對你嘅態度啦，或者某啲嘅字眼啦，係會有部分相似嘅啫。咁當你要處理你嘅工作嘅時候咧，你嘅注意力咧其實喺晒嗰個事件入邊㗎，你唔會點樣去懷疑到哇原來佢呢一個部分咁似我阿媽嘅喎，令到我忽然間咁嬲喎咁樣。咁呢一啲嘅細節咧，其實要當你去靜落嚟去感受嘅時候咧，佢喺你潛意識嘅比較深嘅地方咧，你先至會喺你嘅內在安靜嘅時候，透過你自己問自己咧，你嗰個肯定嘅感覺先會出翻嚟嘅。咁所以咧，與其係去到嗰個時候先搞咧，不如你而家就清咗嗰個對你阿媽嗰個負面嘅感受啦。咁然後同樣嘅人出現咧，其實你對佢嘅觀感就會改變，或者佢嗰個語調一樣嘅冇變過嘅，但係慢慢佢都唔會再咁影響到你啦。咁如果你係已經喺你身邊有一啲你唔中意嘅人事物咧，去 trigger 到，好容易令到你有一個攻擊性嘅狀態或者情緒出現嘅時候咧，其實你而家進行療癒咧，反而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你慢慢就會發現咧，當你越嚟越深入咁樣療癒你自己啦，同埋化解你自己內在嘅創傷嘅時候咧，對面嗰個人都係一樣嘅，但係你慢慢就會覺得佢冇以前咁硬眼㗎啦，慢慢你就會覺得，咦，佢冇咁令到我掹整咯喎，咁即係證明你入邊嗰個投射已經開始被化解啦，你內在嘅創傷咧已經開始被撫平啦。咁所以咧，一路療癒你自己嘅童年啦，甚至乎係一啲前世一啲嘅記憶啦，其實咧係會幫助到你改善你同身邊嘅人事物嘅關係嘅喎，你同身邊人事物嘅親密度咧其實會提升嘅喎。當呢一件事情發生嘅時候咧，你嘅命運就會起飛㗎啦，因為你要成功咧，其實成功簡單嚟講就係你同身邊嘅人事物嘅親密度不停提升，包括嗰啲會幫助你嘅人，包括你同金錢嘅親密度，包括你同你自己身體同埋自我形象接納嘅親密度，包括你同你工作嘅親密度，所有嘢其實都係親密度嘅一個顯現嚟嘅。咁所以呢個就帶出咗其實療癒係好重要咯。攻擊性啦，同埋一啲受壓抑嘅感覺啊，佢哋咧全部都係有習慣性嘅。咩叫習慣性咧？譬如你壓抑一個感覺啦，譬如你壓抑咗你一個自卑嘅感覺，咁你可能就會習慣性咧去貶低人哋咯，因為你唔認你自己差過人哋啊嘛。譬如你壓抑你有一個我唔夠好嘅，我唔夠好都係似自卑喎。譬如你壓抑你有一個我要嘅嘢成日都得唔到嘅嗰個感覺，咁可能你就會衍生出一啲習慣咯。你會習慣你莫名其妙你就會好拖延嘅，或者你做事咧冇動力嘅。咁如果你淨係積極咁樣思考，你係咪會我要努力啲，我要諗住我個年終目標，然後咧我要逼自己努力起身
艱苦工作、奮鬥咁樣先係啱嘅。咁你係咪喺一個好繃緊嘅狀態啊？因為你其實冇處理到你有一個信念或者有一個受壓抑嘅感覺，就係無論我點樣努力，我都覺得根本上我要嘅嘢我永遠都得唔到嘅。咁可能係一件童年嘅事，令到你植入咗一個咁嘅信念噶嘛。咁你要去揾翻嗰件事嘅喎。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不停叫自己努力，你咪逼死自己，你咪好辛苦咯，係嘛？咁呢個就係習慣性啦。你有壓抑咗一個感覺，覺得我永遠都有啲嘢我點樣努力我都得唔到嘅。咁但係你又逼自己努力喎，因為你唔清楚你有一份咁嘅感覺喺你內在啊嘛。咁你咪習慣逼自己咯，係啊，或者習慣咗莫名其妙咁樣賴床咯，唔想起身咯，然後莫名其妙咁樣做嘢冇動力咯，跟住你可能就會揾下嗰啲係咪缺乏咩營養啊？可能你會行呢個方向啦，有一段嘅自我療愈，或者你關心自己健康嘅一個過程，然後你就我係咪要食呢啲啊？就會飲呢啲嘢啊，就會我個能量就會翻嚟啊，係咪咁樣我就會精力多啲啊？因為你成日覺得可能好攰咯，係啊，咁呢一樣嘢咧，其實都係你要揾翻個心因出嚟啦。咁呢個就係你壓抑咗一啲感覺所衍生出嚟嘅一啲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點解會咁樣嘅一啲嘅習慣啊。咁呢個就係賽斯講呢，其實我哋就係忽略咗呢一啲負面感受啦、內在攻擊性啦，同埋受壓抑嘅感覺所具有嘅習慣性嘅意思啦。咁咧呢一啲感受呢，其實通常呢都係俾我哋掃晒落去地氈底嘅。哇！咁有16分鐘啦，所以呢，賽斯講得呢一句呢，其實係咪佢之後就會話俾你知呢？你點樣將你嗰啲咁嘅情緒垃圾同埋回憶？嗰啲唔好嘅感受咧，由個地氈底嗰度攞翻出嚟去清理，咁樣其實先係真正開始你療愈你自己喎。係啊，咁喺呢一個題目喺呢個 topic 上面咧，我都可以分享少少嘅，就係其實你拎人到中年啦，你接觸呢啲信息，即係可能大部分都係30零歲、40零歲開始啦。OK， 哇，各方面生活困境啊，或者你甚至乎係你擁有一切都唔開心啊，嗰啲先係閉翳。咁你就先至要鼓起勇氣喎。哇！你幾廿年積埋嗰啲嘢喺地氈底，你點樣一次過拎出嚟面對啊？係咪需要好大勇氣啊？咁所以其實喺我嘅角度咧，你其實將嗰啲嘢喺地氈底拎出嚟之前咧，其實你係要先學習一啲最基礎一般人以為嘅靈性嘅嘢，就係其實佢要喺一個透支嘅狀態，你點樣學習翻接收一個能量，去幫助自己加強你應付嗰啲負面感受嘅時候，你要消耗你嘅體能嘅，你要消耗你嘅精神力量嘅。咁你要學識點樣去增加幫自己補給能量先咯。咁然後你有多餘嘅能量，你先可以處理你內在嘅部分。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會打亂咗你嘅生活嘅。所以咧，點解啲人修行咧，其實有啲人就係要，即係我覺得其實最好係咁樣咯，即係有啲人就係要入世出世咁樣去修嘅，即係你其實係要閉關嘅。你清楚咗你個方式去點樣去開始之後咧，你清理自己嗰個過程，其實閉關係比較好啲嘅，因為你一個安全同埋自己一個安靜嘅環境，去俾自己盡情咁樣去清理同埋釋放啊嘛，同埋去集中將所有注意力集中晒喺自己身上啊嘛，你唔會分咗神，哇！我又要好多俗務嘅嘢，家庭啊、仔女啊、工作啊，要安排啊、要處理啊咁。咁所以其實修行咧係都要睇你個有冇一個時間啦、許可啦，又要你有金錢啦，因為你閉關咁你即係你可能唔工作，或者你個重心唔喺工作，咁你賺嘅錢就少咗啦。咁然後你要時間啦，冇嘢綁住你喎。咁然後最緊要嗰樣嘢你要有方法。係啦，咁賽斯資料咧，其實係一個慢慢話俾你知嘅一個好嘅一個方法。當然加埋我自己嘅一啲嘅我自己心得啦，同埋對賽斯資料嘅演繹啦，咁樣。咁都説來話長嘅，咁我又講咗差唔多20分鐘啦。我盡量限住喺20分鐘之內，
要做咗一集，係啦。咁慢慢你嘅注意力其實都會可以練到，可以聽耐啲噶啦。不過 for beginner，我覺得20分鐘都好夠啦。所以就當係一個 initiation。哦，原來我有好多嘢喺地氈底喎，我開始有一個好奇心，點樣可以去處理佢？咁然後你就可以繼續聽呢一個節目。喺你瞓覺之前聽係最好嘅。咁你瞓着咗，然後其實嗰啲 message 都會入晒去你嘅潛意識㗎啦。咁我哋講到呢度先，下次繼續，再見。我係日出老師啦，你可以叫我老師啦。OK，靈性嘅老師啦，靜心嘅老師啦，療癒嘅老師啦。呢個頻道呢個 channel 咧會繼續分享賽斯資料啦，同埋一啲療癒嘅信息啦、顯化嘅信息啦。咁然後歡迎追蹤啦。咁我 upload 新片嘅時候，你就會睇到啦。跟住大概就係咁啦。好啦，下次見。祝大家有一個美好嘅晚上或者早上，再見。